过年时啊，青草好料食袂完，围炉一顿算算咧，这份量真有可能就会超过3000卡路里。食鱼食肉也着菜价，营养师建议加食一寡菜色来代替大鱼大肉，这营养若调配好势，阁会当改善血油。 一般红烧狮仔头，甲用食物肉，佮放入去，较袂引发胀气的天白。围炉一定要有年年有余，真的鱼仔换成豆包甲拌豆腐，佮加上努力，充满海味。要推广素食，更加爱营养满满。设计年菜学者特别加入蛋白质元素。 蛋白质把它加重到整道10道菜有将近40%，那它的膳食纤维、它的蔬菜纤维我都有提升的，它的油脂，所以我采用一个不饱和脂肪酸，像Omega 9。 规道菜算算的，一人大概会食入去700-800大卡的热量。营养师讲，若讲食传统炒的年菜，可能一顿就3000大卡，相当的惊人。那会当加食寡食物性的食材，会当帮助血脂甲胆固醇的健康管理。 肉呢，它的饱和脂肪比例通常是10到25% 嘛，可是蔬食，比如豆类，它的饱和脂肪比例只有1到3%，是差很多，就可以很轻而易举降低整体的热量，然后降低整体的饱和脂肪。 民间团体会在举行记者会，推广多多食素食的好处，嘛特别提醒民众，其实国内伫饮食顶头食进口的牛肉、羊肉，温室气体排放恐惊拢超过汽机车的排放。我们如果每一餐都选择蔬食，它得到的这个降低碳排放的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。营养师进一步补充，国内体重伤过重甲大块的盛行率已经超过50%，儿童甲青少年嘛面对着性早熟、高血压，甚至是心血管等疾病的危险。除了推广民众多多食素食，嘛呼吁政府会当加强推广低碳饮食的政策。公视新闻林建梅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